议员正在往的市政总咨询，首先感谢市府甲全民的共同防疫，互咱市的疫苗注射会用顺利来推动。议员特别感谢民警甲卫生单位的配合，因为市政是一体，不管是诊所或者是大型的施打站，拢会用照顺序来完成。接续议员嘛关心学校市场的重建进度，议员认为学校市场的风波一拖将近10档。希望未来完工以后，会用再现客家的新风华。干青蛙水啊，会当阮这个客家市场，会当较近106年啊，一直拖互我烧过较近已经伫开工啊。所以呢，会当代表地方也感谢咱市长，也感谢咱青蛙局长。局长，你看迄当时会当完成啊？是，该给我们报告这学甲这个案子我们跟庄也争取到一些预算，我们预计在今年年底要完成。那现在的工程进度都还算顺利啦所以这个部分有一寡在修缮的部分咱免有一寡影响。这部分我嘛甲自治会家大家拢有做一寡沟通啦。希望讲即下紧甲这个建设的部分紧甲做好，后壁或者这个大家摊商会用好做生意安尼。除了关心地方的建设。另外，议员嘛为体育来发声，已经连续举办几啊档的花砖杯全国排球赛。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来停办，不过对往年一档比一档参与的队伍甲人数哪来哪增加。议员嘛希望争取伫个天然工厂的后边空地来兴起多功能的体育馆。对此，教育局回应，虽然经费的部分会用向体育署来争取。不过，该土地还有产权的问题需要来解决。至于花砖杯全国排球赛，市府会提前来规划，至少伫个交通、大家选手的照顾部分会先来解决。台南新闻联跟刘品言采访报道。